一條片睇晒香港新開嘅 Cosmic 旗艦店有啲咩私心隱藏小眾牌子值得一試。韓國最 hit 嘅 Just Make Up 化妝比賽評判 Risa Bay 創立嘅牌子，我最中意係佢哋嘅 Highlight 同埋胭脂。韓國人手必備，個個都話超持色嘅 Heart% 純線筆。韓國唔係間間 Olive Young 都有嘅眼影打底，自己勁中意用，佢真係好持色，防水力度都唔錯。呢個韓國新品牌都好受歡迎，因為佢啲調色好獨特，可以話係韓版嘅歐美色盤，用嚟做啲有個性風嘅妝啱晒。仲有 aespa 同張元英嘅化妝師大推呢個牌子嘅妝前護膚品，啱啱試咗佢哋啲底妝系列上手都好吸引啊，超癲！勁多 Laka 嘅唇膏唇油任你試色 ，Milk Touch 嘅唇油大家都可以試下，韓國好多明星化妝師都中意用佢噶。隔籬就係 Mood 嘅王牌睫毛膏，有好多顏色任揀。Beauty of Joseon 喺歐美勁 hit， 估唔到呢度都可以試用埋。idol 化妝師都中意用嘅 Snidel 眼影盤呢度都有。知唔知 Kanebo 呢個粉底霜真係大受好評？台灣有個明星化妝師係入晒全色好啊！呢個日本品牌嘅遮瑕膏都勁出名，唔使飛去日本嘅百貨公司啦，呢度都買到 Elegance 嘅王牌粉餅。Quest 化妝師嘅品牌本身得日本先買到噶咋，佢哋嘅臥蠶筆都好出名。呢個牌子喺日本極搶手，仲俾我見到唔少產品有 LDK 推介。相信大家都知道 Muse 呢個牌子喺日本係成日斷貨噶，佢最出名嘅就係 Multi Powder 呢支護髮乳，一定要試，喺日本長期熱賣，我自己都好中意用，好多日本大牌隨便試色，仲有我嘅愛牌 Takami，快啲 follow 我嘅 IG， 會有更多美妝潮流分享。